后来这个白沙屯马早起一透早起驾了后，本地大家就是讲马祖的銮桥会经大渡溪桥来进入到台中市区，所以这个头期嘛先过桥到台中去等马祖。想袂到这个銮桥嘛是突然间一个转弯，行这个爆花的道路。 只剩这个头旗搁互放生咯，头旗的队伍是赶紧沿着对岸的省道第三线，甲銮桥做伙来往北，形成一个真趣味的景象，就是銮桥伫个彰化县，头旗伫个台中市。 马祖銮桥透早为彰化起家，沿台一线上北，大拢当作讲銮桥会过大渡溪桥入到台中市，连头旗都拢先过桥等马祖，结果想袂到。伫过桥前，銮桥向转弯，沿宝华路上北，现场呢，大拢真意外，头旗队伍更加是措手不及，赶紧沿台一线甲马祖隔岸同行。 为地图来看，马祖伫大渡溪南边行宝华路，头期是过大渡溪桥，过大渡溪甲銮桥并行，形成銮桥伫彰化县，头期伫台中市的趣味画面。上远的是头期捌离銮桥8.8公里远，这甲伫南投清北溪情形差不多同款。马祖的心意，连头期的队伍都拢有无，只能伫台中市等銮桥来。差别就是两个稍微。 交叉一点啊，他边朝从那边西边切过来东边，我们从东边切西边啊，两个在中心点就汇合了。这个现场沿宝华迎接出日甲马祖同行，场面真壮观。小可停驾休困了，銮桥为第17号线过中江大桥进入台中市，嘛甲出海时阵的路线合并，形成一个更较完整的心形的图。马祖爱心，大家拢感受得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